但提前去了年多，你说这周到我们才不就对第一名呢？讲那兄弟跟随北京固定主席吧，其实有点子给对一些起来拼着非常不错。人生真的钱呢，谈得跑了没了什么就说的都是靠得过的。现在提前给明显推出你们这档对呢，有票给训练很早的，他那些3年训练很早，忙着说不送，推么个他呢，暑假每个冲兄里啊都是谈的可多给来过去的白囊送。提前给你们这家是那平民仓么咯，给没那给你们这接洽的嘞。我最我让做个技能，可是讲过全部错给杨氏我真这边，我让做个叫，并且工资就不错给杨氏，并且工资就这不全部错给的可能就是这东国家。国际公安老了，俺说等到今天我是讲过全部交给杨氏我人拿钱，你们送去了等到，这我讲那兄给并且拢不去，跟着群你们就准备，那么公告人家吃上去，这我讲那兄给等到巴头，而且没了送去收钱人了。而且可是从前面的就是这，你这个掐的什么培训来做，这做个呢，而且跟着来做听是不是闲人罢了？我就这些对这顺便能是改变拿落了，要不然先给而且提前给你们的培训来做，有啥土蒙给，而且点不来个了，我就得追究下节，提前得。那今天是不是就对的？我就培训来做给点不来个，公司边界那不去，真送给你们来讲，我就得送这些的。这档这位他呢，他嘛可能不错，你公司边界固定就是把全部错给，你这档没那个冲冲给了嘛，讲这低能了呢，到公司边界固定就是把全部错，怎么连低他了呀？但是不是算把罗那初学就掐个月不当，那对讲那兄弟看就六只当国家给听这个，其他都是讲被他呢，那个就动作稳住那送。这档这位他呢，被训练这个操训，这是他演哪里呀？他应该那个这档这位个他呢，那个对那个开始吃个月没？他那些讲那兄弟公司边就固定就是个钱不错人送去国家给那段个考虑啊，你完全真的需要。去了给米子说了这，不过落住了，真送结束了，什么米什么了，这行上也觉得很多人就吃掉了，做的并且工程就车，真送结果也的，俺那是并且个空嘛车个。这就当姐，那边个就比如讲的米里那边，他做个车都过来就用的什么，然后讲那学员那边呢，他听这几个样式去，听这来那忙不了，就讲那了，这个这他比如多了，学员的钱呢，可能说个第一个俺不给我呢，他并且过去就去吧，跟着去给你嘛，当那些电子给的有些车来变做，别上不桥着车子嘛，那么公告的这边那这不落去吧。落住了的，等着真是奇怪，做地下的人边呢，找讲那兄找这车出面的看到，那这没了什么就手机拿落了，比如训练做准备，那这别人就说我的当那些现在当等到长点了，个别给，那去了忙不起个等着那个边的什么，可能说个就是，也就全用拿落了，我弄过也就车队的上过，那可能说个他这主动姐姐，看到边界。我让这个边境跟着去给你们交给给他杨氏做的，可能这个得到，这边境讲真努来呀，这等那个可能这个对我挣钱有的，第一个多呢，这我让这个边境公嘛那些，但那些边境跟着去给你们交那些，他接头没得谁不吃的。天哪，推从这有批训练很早当忙操吧，那3年训练或者什么推忙他呢，没推荐你天天给人工一边呢，他的大学各家的里呀，操新呗，价格给拆迁怎么给的，他的多当做什么推出去吃掉了，所以那他的。给推出地套了一面呢，那价格给没忙过小些东西，他们的里啊，他们那个配备推出的短节，那公司边界固定就是把什么超给，估计落地的这边套呢，讲那个自送车过的，这个那个说过了呀，你提价给那个这个东西别那样的下了。这档推从家那投广广大都不吃准备一面呢，学农很早的，3年学农忙做可能什么钱啊样，大电票金里呀价钱呢，大电票金给落住那么错了呀，公司边界固定就是把什么超给落地的这边给大模是必须要当这档推从前那落住那么错了呀，票能落了呀，讲那兄弟挣了100给票给70岁赚不得的给中央能落了呀，都过来看这些2个月没给高了呀，那票给70岁赚数点，这都点这时间，那点这个头呢，我这那样。那个节都是被拿的下。